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幾樣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5月24禮拜日沙田11場賽事，首先係第一場5班16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正常嘅，3號、4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、14號劃咗佢先。呢場就揀咗6號嘅神驅馬靈、9號肥仔精神、1號威力非凡同埋7號嘅智醒大將。然後就係第二場4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正常嘅，咁就唔要3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9號、12號同埋13號，比較中意2號嘅男神、14號金塊飛飛、10號隨我同來同埋11號嘅華麗再贏。接住落嚟第三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1號、3號、6號、10號、11號、13號劃咗佢。心水揀咗12號嘅同喜、9號賢者威風、2號考眼光同埋5號嘅文明戰士。接住落嚟第四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5號、6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2號、13號全部唔要。留意翻12號嘅高感就有缺貨嘅。呢場比較中意8號應龍飛影、1號龍之月、3號包裝天王同埋4號嘅團結戰領。跟住就 last 一場第5場4班16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偏慢嘅，6號、8號、10號、11號、12號、13號、14號飛咗佢。5號光明傳承同埋6號嘅創科群英就有缺貨嘅。揀咗2號嘅大回報、7號精彩、4號逍遙騎士同埋1號嘅雙星報喜。咁就5場賽事都分享過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